係應該揀A、B、C。你仲要諗幾耐㗎？你係 A3？唔揀我都可以，不過錯咗唔好喊啊！即係點啊？揀 A 啊，人哋嗰度好似冇咁好喎。你係 B 妹？你唔係中意人哋咩？中意就揀 B 啦。你確定真係要揀佢兩個？呢把聲唔通係師姐？唔通你唔知 C 先係最多人揀嘅咩？A 同 B 不嬲都冇人揀。嚟啦，快啲揀 C 啦！聽列斯話，包你全級頭十啊！揀 C，揀 C，揀 C。等一陣，係邊個？超級英雄威猛啲登場，有我喺度就唔使驚。咩話？憑你就想贏我個 ABC 姊妹花？冇咁容易，冇錯冇錯啊！乜你哋姊妹花嚟㗎？威猛奧義 D 以上介紹。好啊！趁而家答案係 D 啊！威猛啲以上介紹啊！